为着让教育部的台湾台语词典会当对时代进步，教育部增加770个台语用词，有的是新词，有的是强要社团喊你咧讲的词。另外，这届嘛有增加真侪趣味的台语俗语，咱做伙来看。 最近国内新冠疫情真严重，卫福部爱民众注意潜伏期。只是潜伏期的台语要安怎讲？只要拍你伫咧台湾台语词典查落去就知影，或者按做期。什么做按做期？我唔知。就是疫情前啊，迄个华语咧讲的就是潜伏期的意思，有听过？ 这个字是教育部台语词典新加出来的台语用词，毋若是这个字，这届教育部拢总加出来770个台语用词，包括一般的用词有280个，亲像好家己就是华语的意包，暗珠就是好字的意思，也有42个俗感，亲像暗头仔食西瓜，半暝啊反正，意思就是咧讲人中途变卦，袂使牵拖厝边，讲人出问题，毋检讨家己，干那会晓牵拖别人。若是甲即款用词摕去公园问阿伯阿姆，因拢真够解说。食西瓜半暝啊反正啦，意思讲伊暗讲的代志，甲明仔载讲伊阁无共款。讲袂使牵到厝边，安那有啥？你讲骂？嘛毋是这个骂啦，敢若一个月刻仔话啦。即届有参与台语用词的委员罗光成也表示，教育部立定这几档真骨力咧收集台语用词，即寡新词收集的管道有分3种，第一种是民众的投诉，第二种就是教育部家己有训练一批台语小组来找新词，第3种就是参考各种的台语字典。咱有一寡过去民间有咧用的物件，教典可能落高去。过来讲有一寡新的观念、新的物件，因为其实咱即马政府咧做的工作，毋若教育部即马咧做这公司，嘛有一个公司的新词的小组。罗光成也分享时代咧改变，若是有一寡较无好听、较无尊重女性的台语俗感，因拢会闪开。教育部也表示会持续来增加，互基础的思考愈来愈丰富。记者陈阿选林旭凯台北报道。